小朋友，啲插圖畫好未？畫好啦。好，即刻開始。林醫生，請問咩係中風啊？中風係一種急性嘅腦血管疾病。由於腦部血管受到阻塞或者爆裂，血液供應突然間中斷或者出血，就會令到腦組織冇辦法得到充分嘅氧氣同埋養分㗎啦，而導致腦細胞受損，甚至壞死。呢種損傷可能會影響到身體嘅運動功能、言語、視覺，甚至係意識功能。咁呢，中風有邊幾種嘅呢？中風最主要分為兩大類，第一類係常見嘅缺血性中風，成因多數都係因為動脈嘅粥樣硬化，導致腦血管阻塞、腦部缺氧。另外都有機會係因為心房顫動形成血栓。第二類係出血性中風，俗稱爆血管，即係指到供應大腦嘅血管突然間破裂，令到腦部出血，影響正常腦細胞嘅血液供應。隨住血塊增大，就會影響腦神經細胞功能，令腦細胞壞死㗎啦。中風喺香港係咪好普遍㗎？係啊，中風喺香港係好普遍嘅，仲係香港嘅第4號殺手。每年平均大概有3000幾人死於中風，亦都係導致嚴重殘疾嘅主要原因。令人擔憂嘅係中風有年輕化嘅趨勢。18至到55歲嘅人士嘅中風病發率喺呢20年間上升咗接近30%。三高即係高血壓、高血脂、高血糖同埋肥胖嘅人士，尤其係主要嘅高危一族，千祈唔可以掉以輕心啊！好，今次我哋講住咁多先，我哋一齊多謝醫生嘅講解。多謝